猫都穿着一领一领运用大量花草、海洋等元素，还佫有以动植物甲水墨为基底的居家服，非常的水。这拢是今年春夏天的上新款。台湾好新妇李佩珍也亲身推荐这个品牌。讲了一句话，就是天天用的东西一定要用最好。没错，你天天在穿，你天天在用，就是要用最好的。所以这是我的真心推荐，也是真心话。疫情互居家上班上课成为常态，因此侪侪消费者会挑选兼具舒适感甲时尚感的居家服。伫这2冬，居家服的销量是非常的好，因此该品牌以旅行为主题，互居家服也会当穿出门，同时结合德国健康 AR 品牌，互大家出外时阵减轻脚步的负担。我认为，经过疫情之后，大家对家庭的生活可能有更加的重视。那我们公司一直以来以家庭健康为主轴的一个观念来引进这些品牌。我们这3个品牌，它主打都是健康生活。那我们的客群呢，大部分都是以家庭为主。那像我们这次的活动办在星光3月的西门店，因为台南西门店呢也是属于家庭课程非常多的一个百货，所以呢这3个品牌呢，其实在这边的话呢，我们除了健康，然后卫生、亲肤。现代人讲究舒适、便利，加上生活仪式感以及品味的追求，互这款多功能用途的居家服饰甲鞋仔，互消费者青睐，带动一波财经济。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。